Bersenk 得意門門內漢系列手持的小豬上，作者 Wu@Bersenk 得意門。每天早上，俊軒都不願起床，每天都要賴床15分鐘，更要爸爸媽媽輪番喊他，才慢吞吞地起床。0、1、2、3，有7隻小豬站在起跑線上，聽到鈴聲馬上向前跑。俊軒豬，向前跑啊，向前跑啊！俊軒看一看自己雙手，發現自己的雙手竟然變成一雙豬蹄。俊軒豬，快點跑啊！他聽到打氣聲，也糊裏糊塗地向前跑。可是平時不愛運動的他，跑的速度像蝸牛在散步一樣慢。跑了沒多久，他更停下來，躺在一旁休息。在微微涼風吹送下，他睡着了。一陣燒烤味傳來，俊軒豬聞到香味便醒過來，他一睜眼發現自己被繩綁住，旁邊的人拿着刀叉，看着他流口水。俊軒嚇得大叫：不要吃我啊！不要吃我啊！懶惰的人啊，你要睡到幾時呢？媽媽拿着香噴噴的早餐說。俊軒張開眼看到媽媽在旁就大哭起來。故事待續，考考你。故事中，記述俊軒有什麼壞習慣 ？A. 貪心 B. 賴床 C. 說謊 D. 無禮。正確答案是 B. 賴床。他跑的速度，像蝸牛在散步一樣慢。這句用了什麼修辭手法 ？A. 對比 B. 排比 C. 比喻 D. 擬人。正確答案是 C. 比喻。聽完故事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啊！另外仲可以玩一副同豬有關嘅桌遊，你又諗到有啲咩桌遊呢？你可以留言話俾我哋聽啦。想同我哋一齊玩，而家有機會啦！12月至1月，我哋會有得意門聲小小領袖桌遊工作坊，有興趣報名嘅家長同埋小朋友，可以掃我哋 QR code WhatsApp 我哋，同我哋聯絡啦。拜拜。